妙妙，所有的材料呢都买齐了，有什么好的想法呀？都已经在这了。都在这里啦，那赶紧告诉爹地。不要，等做完再跟你说。一定要做完才能跟我说吗？一定。好吧，那你就先做吧。不能看，不能看。画的什么？画的什么？哎呦，等我做完再给你看啦。做完才能看。哎，还不让看，好吧？好好做啊，你都要专心哦。其实爹地你看见啦。好了，不打搅你了。妹妹的进度到哪儿了？还没画完呢。这么忙，那我去帮她吧。哎，别动别动，我去。好。在这还是像个老大爷，我为什么不能帮妹妹？这个啊，是妙妙的作业，你要让她自己完成。可我是她妈妈呀，我帮她做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肯定有很多的家长都帮孩子做的。你要帮他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，这么长此以往呢，孩子会依赖你的，这是个非常坏的习惯，明白吗？要让他独立。说好了，10分钟之内要把图画完，然后就可以动手了。那会不会做到很晚啊？我不想让她熬夜，我还是去帮她吧。来，坐下。说。刚在文具店我就想说你了，我看你也买了一堆材料，你是不是想动手帮他做啊？我没有想要帮她做啊，我只是想，如果妙妙需要我帮助的话呢，我立马就帮她。而且再说了，小木屋有那么好做吗？她才小学3年级啊。哎，他不是才3年级，他是已经3年级了。3年级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，而且小朋友做小木屋不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叫模型，不是要求精准啊，不是要求完美，是希望他从这个过程里面懂得怎么探索。那其实我们大人呢有一个恶习，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就喜欢看结果，但是我们要教会小孩子们如何在过程当中学习到什么，发现了什么，寻求到什么样的快乐。是这个意思。行吧，行吧，不管是过程最重要，还是结果最重要，反正这是妙妙来上海以来第一个作业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交不了作业吧？没错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，不能伸手。郑来，要是她交不了作业的话，妙妙被老师骂了怎么办？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哎，你错了，如果他被老师骂了，那他一定会记住这次教训的，他再也不会敢有下次，他一定会好好完成作业的。这样叫生活教育，明白吗？你们俩还真是一个鼻孔出气。我这个做妈妈的，真的不知道出什么力，怎么帮她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不要太使力，你明白吗？慢慢来。
妙妙，起床了。妙妙，该去上课啦。阿姨在外面等你，快点出来哦。妙妙，作业呢？作业怎么没有拿出来啊？如果今天不交作业的话，老师会批评你哦。阿姨昨天看你睡着了，觉得你太辛苦了，所以就帮你做了。快去把作业拿出来好不好？今天交作业了，老师会夸奖你的。好啦，咱们去上课吧。来了。早上好，童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我给你带了点水果。不用，太麻烦了。哎，不麻烦，不用开车，不用坐车，只要走上16个台阶就到了。哦，哎，真有趣啊！不过就楼上楼下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你这一看啊，就知道没结婚没孩子。啊，你放桌上吧，别端着了。啊，好。哎，你的朋友左先生呢？啊，他去画建筑去了。哦，他是画家呀。不是，他是在垦丁呢开民宿，但是我们呢都很喜欢建筑，看见设计巧妙的都会把它画下来。那用手机拍照不就好了？那不一样。哼，反正我也不懂。你怎么想着带红体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看，我在手机上问过医生的，医生说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必须要多补血，所以我才给你买了红提呀。你一会儿得多吃点。哦，这样，我来吧。我给你洗洗啊。我自己来了。哎，没事。
哎呀，你说你都受伤了，你洗也洗不干净，还是我来吧。这也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有什么麻烦的？这一盘呢，我给你放桌上，你晚上回来可以吃。这一盒啊，我给你放冰箱里，你明天还可以吃。哎呀，真的太麻烦你了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走，去哪儿啊？复健啊！哎呀，快点儿！喂，好，一会儿赶不上了，有时间预约的。哎，你手疼，别开车了，坐我的吧。你车在哪儿啊？啊？这哎呀，上来吧，来。我坐合适吗？哎呀，快点儿，上来吧。这车这么飒。多拉风。小事啊。哇，手有点疼。怎么疼了？手呢？喂，我手疼。哎呀，你抱紧啊！你别一会儿又摔倒了，你怕什么？抱紧了啊！你很不容易摔了，坐稳了。走吧，走吧。那个等号也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我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在你那儿复查，看到你没事儿才行。我已经没事了，差不多好了，你就去忙吧，童警官。郑磊，你叫我童丹就行啊。这祸是我闯的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郑磊，郑先生。啊，是。啊，麻烦跟我过来一下。啊，好的。郑太太，请在外面稍等一下。嗨，走吧。好，这边请。啊。郑太太。高姐，哎，宁小姐回来了。妙妙呢？啊，妙妙在房间里。她今天怎么样啊？心情？哦，她回来的路上啊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不知道遇上什么事儿了。不过小孩子嘛，刚换了一个新环境，难免有一些心理过程的。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多做点好吃的，希望她开心点儿。谢谢高姐。不客气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忙了。喂，姜老师。哎，妙妙妈妈，妙妙今天没有交作业呀？没有交作业。怎么会呢？他已经做好了呀。可是他并没有交给我呀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师。没关系。谢谢你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
交作业呢？为什么呢？你告诉一下阿姨。那不是我做的，我的作业我不希望别人帮我做。可是阿姨想跟你一起完成作业啊。我的家不是城堡，我的家在垦丁。妙妙，你的家在上海。妙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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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户送的马卡龙便宜你了。妙妙不见了。别着急，我帮你找。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好。妙妙，走。你个8岁的孩子才刚到上海，能认识路吗？他可不是一般的。哎，不行，楚婷，不是帮忙找找。等会儿。喂。好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怎么了？妙妙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唉。
妙，来喝杯热可可，暖暖身子。谢谢。你今天一个人过来，你知道路啊？是公车司机载我来的。公车司机载你来的，那你知道坐哪一班车吗？我是问路人的。好聪明啊！你这么冷静，挺像你爹地的风格。但是下次不要一个人搭车了，不然爹地会担心的。可是我打电话给他们，他们都没有接。我想说，应该是爹地去上班了，所以才自己来的。妈妈呢？怎么不让妈妈带你过来？是阿姨，不是妈妈。阿姨。那妙妙是不是和阿姨闹不愉快，所以自己跑出来的？好了，来吃点东西吧。妙妙，妙妙，老爸，爹地，妙妙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来了呀？我有留纸条啊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上次爹地带我来这里，我有看到一个公车牌，所以问路人就过来。你吃饭了吗？哦，刚刚有给他泡热可可，还有一些坚果。谢谢。妙妙啊，以后你要出门，一定跟我们说一声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？你干嘛一个人跑出来？太危险了。司机啊，是的，妙妙等你。妙妙，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吭就跑出来了呢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我把妙妙哄睡着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看好妙妙。好了，妙妙没事不就行了吗？你累了一晚上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其实我想带妙妙一起回家。我知道妙妙在生我的气，所以从刚开始就不愿意跟我讲话，也不想跟我一起回家。也许我用错了方法，但我的出发点没有恶意。明白。好心做坏事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
去吧啊！来，我送你。载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啊。你别这样对他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啊？干嘛去啊？我也不能说话，去走走行不行啊？啊，去吧啊，去发泄发泄。我的滑板鞋时尚最时。风警官。左先生，这么晚还出门啊？到处走走。哎，对了，那妙妙找到了吗？哦，没事了，郑磊刚把他哄睡了。那这妙妙到底是谁的孩子啊？我的，不是郑磊的。女士。啊？我不跟你说了，走了啊，晚安。你的，他的，你的，什么太乱了。播放着从前掉眼泪。早上好。你怎么这么早？我来送妙妙上学。妙妙呢？郑磊送她上学了。小木屋这件事情，你真的做错了。我给你那本《美美养成记》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到？我看了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看，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多遍呢。那39条说什么？45条呢？我是很认真的看了，但我也没有背下来啊。第39条，千万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，不要把他当成小孩。第45条，要相信他的能力，不要干涉他的创意。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看过那本笔记，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啊？妙妙是个很有主见的小孩，我们给他的教育就是让他自由发展，尽量鼓励他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你要相信他的能力，他的创意会让你无法想象。我知道错了，谢谢你的教诲，下一次绝对不会再犯。至少你这个态度是正确的。当然了，我是妈妈呀，就算我错得一塌糊涂，我也有勇气重新来过。这么乐观？我现在很清楚，我也很知道妙妙跟我不亲，甚至她现在在回避我。你看我像是掉进了绝境吧，但我并没有把这些挫折当成我的绊脚石，相反的，这每一个挫折对我来说都是可以更快靠近妙妙的垫脚石。挫折累积多了，垫脚石就一个一个叠上去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越站越高，离妙妙越来越近。那你好好加油吧。你多给我一些鼓励吧。
今天什么日子？小萌董事长约我吃饭，受宠若惊啊！行吧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早就知道我把妹妹接来上海了吧？不光妙妙，左在俊先生也来了，对吧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若要我不知，绝对不可为，因为我是无所不知的。I'm a father, I'm a god, I'm your 肚子里的小蛔虫。你先不要用你的陶少口令想绕晕我了。其实，我早就怀疑，我在美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妙妙在哪里了吧？你是陶然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跟他们联络的。我只是想知道妙妙过得好不好。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告诉我？还要骗我说你没有找到他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要是知道妙妙的下落，你会不联系她吗？小萌，我不告诉你是希望你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些年你过得太苦了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下去。你应该把过去的包袱都扔掉，重新开始，寻找你自己的幸福。你想让我忘掉这份亲情，重新开始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陶然。妹妹是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放弃她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就想要一心一意地守着她，给她最好的生活。你一厢情愿吧。换句话说，妙妙跟你在一起会幸福吗？据我观察，她在上海的这段日子一点都不幸福。她要是幸福的话，会离开你吗？那只是过渡期。过渡期啊，多久？妹妹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么不快乐。哦，是，应该说是比我看到的更不快乐。我相信妹妹很快就可以适应上海的生活。宁小萌，你不要再硬撑了好不好？很快是多久啊？1年、2年、10年、20年，这不是硬撑的事情。现在是不是还看不到事实啊？你是不是不知道事实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事实就是你不开心，妙妙也不快乐，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况且要是教授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这个处境，他会高兴吗？所以你不能告诉他，我爸爸原本就不知道妙妙的存在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算我求你了，拜托。算我求你了，拜托你了，好不好？宁小萌，你为自己的幸福想一想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今天的话特别不中听，你很生我的气，但我还是要说，我可以保证，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，都是我的真心话。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现在放手，对你还有妙妙都是一件好事情。那无论如何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谁让我今天过来吃了你这顿饭呢？出来了，喵喵，好吧 ，Daddy。喵喵，怎么样？开心人，去公园玩好不好？上课上的好吗？今天很冷啊，外面零下9度。哈口气，哈，1、2、3，哇！我的最远啊！啊，你的最远，我的最有弧度。我的是这样子。我给你看。还有我。哎，
哇！妹妹帮我捡回来。不要。就那个跳下去，就湖边那个。我发现越轻的其实飞得越高。哇，这个水尺而已，歪的，越尖的，要平的，要对呀，要能够感受这样来，给我加油！快啊！加油！费劲！好了吗？1、2， go！ 对啊，突然记得捡回来啊！好，我们要环保啊，会变就全部要捡回来，看见没有？从小学习环保。对。对。 3、2、1，哇！预备！哎呀！已经是第6次了。什么？叹气啊！又是家里的事儿。家里的事儿就是身不由己的事儿。家人是最可爱也是最可恶的一群人，他们可以给你最大的快乐，也可以给你带来最深的伤害。那次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关于生命中的身不由己，你欣然接受，应该也是不情愿的吧？烦恼并不代表不接受，正是因为接受了、在意了，才会觉得烦恼。烦恼呢，又是思考的开始，而思考，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给你这个薄荷糖，精神醒脑。我猜你心里现在在想，你没有完成的那个建筑梦，没错吧？在垦丁的时候，你还经常接一些小案子、小的建筑方案，就是不希望自己丢掉了那个梦想。哎，我来上海几天，到处逛了一下。上海挺有意思的，什么类型建筑都有。哎，感觉又回到读书的时候，好多想法。有想法呢，就去实现它呀。我能买这房子，也是这几年拼出来。我当然知道你的努力，我为了妙妙，毕业之后开了民宿，也吃了不少苦啊。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挺开心的。你呢也一样，这次到上海可以继续完成你在大学时候的梦想。继续写大力的情书啊！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做到的。其实人生呢非常非常的短暂，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呢，
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。哎呀，哎，浅浅，到点了，咱们吃饭去吧。好啊，对啊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吃点什么？中午？吃什么？要不还是去那家吃那个意面那家去？不行，太辣了，太辣了。挺好吃的。哎呀，你湖北人怕什么辣啊？关键不想吃。哎，小萌，你跟我们一块吃饭去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这边还有工作。工作也得吃饭啊。要不帮你带一点？不用了，我带了午餐。等我去再说。一块去吧。哇，我从来没有见你正儿八经吃过一顿午饭。咱们奥斯顿可没有这个奖赏不吃午饭的员工啊。我要出去吃饭的话，就要浪费1个小时，那我工作就做不完了。我不想加班，我家里还有事儿。又有事儿，家里？这家里面有事儿也很正常啊。快走吧，咱们一会儿要排队了。行吧，那你忙，那我们吃饭去了啊。好，哎，我没事。哎，夫人，快点快点。走啦，那小猫，拜拜。你就去那家吧，好吧？你们人不好吃。喂，龙泰集团。之前在垦丁啊，幸好你救了凯凯。登门道谢的时候，你正好不在。后来我转身去见了个朋友，隔天就回上海了。没机会亲口谢谢你，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。邱董很挂念这件事，所以请我找您。我照着名片联络，才知道你也到上海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让你跑一趟。没关系，其实邱董那件事你也别放在心上。换的是别人，别人也会这么做。其实今天找你来也不光是道谢，是有件事情想问问你的意愿。什么事？不瞒你说，回上海前我去见了一个老朋友，你是认识的哦，吴教授。你也认识吴教授？是啊，他不断的跟我夸奖你，他还说载军，我们准备在苏州开发一个度假酒店，锁定高端客户。这是龙泰集团第一次进军这个市场。当然我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，因此呢，我很诚挚地邀请你贡献你的想法，参加预案。邱董啊，很感激你这么看得起我。不过这次我来上海并不是为了找工作的，我是专门为了陪我女儿的。我知道你现在要专心做一个好爸爸，但是你也可以同时做一个写情书的人嘛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也许你可以为这座城市写一封情书啊。关于这次预案的细节也都在里面。哎，看看也无妨嘛，啊？哎，妹妹呢？嘘，里面做作业呢。作业？
什么作业？手工作业啊。不是已经交了吗？姜老师说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但是有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必须他自己完成。不错，有骨气，像我。不对啊，那姜老师不是说过不收那个迟交作业的吗？怎么突然间大翻10倍啊？哎呀，对待孩子嘛，总可能不一样的。小芒，我来接面面回家。面面做作业呢。好，那我去找他好了。别打搅他，让他自己好好创作。那我在这里坐着等他吧。坐会儿吧。对，你在这会妨碍妹妹创作的，她也不知道做多久，要不先回去吧。没事啊，我等到他做完为止，多久都可以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看看，然后我问问他。喵喵，爹地进来了啊！我问过了，妙妙说可以陪你回去，真的啊？但是呢，有个前提条件，他要让他老爸陪他回去一起住。那怎么可能？那怎么行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妙妙还要继续住在这里是吗？看起来是这样了。行啊，左在俊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喂，我说你吧，看我妙妙。喂，都这时间了还吃冰激凌啊？这跟时间没关系，跟心情有关系。你少吃点啊，太凉了，对你身体不好。张来，我现在吧，就觉得我整个身体有一股灼热感，胸口这儿特别闷。我一深呼吸吧，它就会好一点；我一放松，它就继续烧起来。我就是想吃点冰激凌，消消火。听上去呢，像是这个胃食道啊逆流，反胃，难受。你确定不是气急攻心啊？我前阵子还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，有2户人家住隔壁，但是他们的感情不好。有一户人家，他院子里的大树长得过于茂密，就长到另一户人家的院子里。每次秋风一吹啊，那落叶就会落到那户人家的院子里，所以那户人家就会特别生气。他们2户人家就为了叶子这种事情吵起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结果打起来了呗。根本就没有打起来，其中一大妈就被气得气急攻心，口吐白沫，就这么挂了。所以我觉得吧，我被你活活气死这句话还真是有可能。行了，知道你被左在俊气着了。你们俩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积怨已久。少吃点啊！这样我呢，
找机会帮你收拾所在局，行不行？那你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。我，虽然我有错在先吧，可是我也道歉了呀。但他总是摆出一副看着我好戏的样子，一见到就掐我。他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就是直嘛。直跟冲一不一样啊。现在他住在你那里，妹妹的整颗心都搬到你那里去了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他是觉得呢你有这个能耐能搞定，他应该这么想的啊，我猜。来消消气，吃点儿。先说好啊，只能再吃一口了，太寒了，对女孩不好啊。这一勺够大吧？郑磊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和放心。舒服放心就对了，这就是我郑磊。看着我眼睛，快谢谢我。谢谢。张嘴。慢点啊，慢点。拿来吧。凉吧？左在运同学，你的衣服呢都给你洗好了，也叠好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别卖乖啊，衣服都给你洗了，垃圾明天。行，明天当啊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龙泰度假村标案企划书。哇，你还认识龙董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还真认识龙泰集团的董事长邱董。哇，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我能看看吗？可以啊。他们找你干嘛？合作啊？我说邱总让我拿这回家看看。看看，不就希望跟你合作吗？有机会跟他们合作，一定要合作啊！你干嘛呀？不是啊，人家没有说一定要用我，就看看我有什么想法。你别忘了我跟你说的，人生的时间是短暂的，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这个就是不错的方案。仔细看看啊，好好看看。哎，别忘了啊，垃圾由你负责。知道了啊。贴上去就不热了，来，乖。怎么样？还发烧吗？烧好像退了一点点，精神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再君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个事情，我的旅游签马上到期了，我必须要回去。没关系，那你先回去吧，妹妹我来照顾啊。大不了我继续请假就好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再请假了。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请假，小心老板把你开了。而且你这份工作真的不错，你一定要珍惜啊！错过了妙妙成长的时光，那才是可惜呢。是，如果我老板接受不了，那我自己当老板好了。
平时呢都是在俊和妙妙在垦丁，我在上海。我只要有空，我就会过去。逢年过节，我们肯定会在一起。其实这种感觉其实很奇妙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慢慢的，就像是变成了一个家庭。所以呢，我就和在俊养了妙妙8年。我姐真的是错了。你姐错了？对啊，她老跟我说，男人没有一个靠谱的，爱来爱去就爱他们自己。可是你看我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多么有爱心、良心、责任心啊！别，低调，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不用谦虚，我看看啊，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好多了，感觉快好了。是吗？这边呢？还有一点点。那你再烤一会儿啊，多烤一会儿。回家吗？一起吧。我先不回去了，我有点事儿。那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叫专车就好了。哎，你别客气嘛，我那不有车吗？你叫什么车呀？走，一起吧。喂，停一下！等一下啊！啊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摔了，不走了。对不起啊。哎，给我吧，我拿去修。不用，我自己拿去修吧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啊。不用你负责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本来就是我弄的吧。哎，走吧，放心吧。走啊！你久等了吧？刚刚临时有点状况。没事。你准备午餐啊？当然啦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便餐，有酸奶，还有三明治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呀，上学的时候一忙起来就不吃早饭、午饭，现在呢更忙了，肯定不吃了。谢谢你啊，看着就很美味。妹妹这几天过得好吗？好啊，我就知道她在你那里住肯定特别开心，她又回到了有在俊有你陪她的日子，把我这个阿姨完完全全的给忘了。没有，我保证啊，妙妙绝对没有忘了你。最近我还在想呢，妙妙会不会不回来了？你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真的，就算她回来了，也是勉强回来的，她的心也不在我这里。我现在就是担心啊，要是下次还有冲突的话，她不只是跑去你那里，而是要吵着回垦丁。我真的不想再耽误你和在俊。你也知道，在俊为了妙妙放弃了他的梦想，我每次一想到这个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小萌，那你就不要。我今天把你叫过来，就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问问你，你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在俊，就按照妙妙的意思，让他搬进我家里来住？搬到你家里，小萌，这是在俊的态度，你是明白的。我知道，这个可能有点难，所以我才
找你来让你帮帮我嘛，你就帮我劝劝他，不用太久，只是暂时的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他的帮助，再加上我的努力，妹妹很可能很快就可以适应这里的生活，到时候在俊也可以很快的回归他自己的生活了。就帮我劝劝他吧。我知道，全明白。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真的好想妙妙快点搬回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想想怎么办吧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、很麻烦的问题，但是只要你帮我，肯定没问题的。郑小磊出马一定不难。现在该你吃东西了，赶紧的，快！好。今天上班怎么样啊？累不累？压力大？喂，这个案子交货时间让他们往后拖一拖。另外，如果不是熟客的案子，就先别接了。因为妙妙，我要花些时间，尽量让妙妙适应一下上海。小萌不是也在这儿吗？那我要帮小萌适应妙妙啊。你们的友谊似乎已经超出了正常理解的范围。哇，你看啊，你帮他养孩子养了8年，现在把孩子还给他，还要管售后服务。首先呢，妙妙不是物品，我必须要负责的看着她快乐健康的成长。她来到上海了，我必须负责到底。负责，懂。又不是他的谁，小心被我解雇啊！大不了就不干。开始工作啦！是啊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个案子啊，就应该是你的。谁知道，尽量吧。努力啊，加油啊！妙妙睡了没有？如果他没睡，你说我赶工作？你看看你，你那脑子里就只有妙妙，就装不了一点别的。那有什么办法啊？自己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要提醒你一点啊，你要搞清楚现阶段的重点是什么。重点在于让妙妙和小萌之间的这个距离啊，越来越近。那就要看林小萌自己了。哎，说实话，妙妙也不是一个难相处的孩子，是吧？有这么高难度吗？不明白。小萌今天来找我来了啊，他是希望你和妙妙搬过去。滚啊！行吧，好好工作啊，拿下这个项目。嘘。怎么样了？他肯吗？啊，好吧，谢谢你啊。
早安！没有做早餐吧？我赌你绝对没有做早餐，所以呢，我就把早餐给你买来了。你太了解我了。拿着。我本来想着喝一杯牛奶就去上班呢。你呀，都当妈妈了，怎么能不吃早餐呢？来，张嘴。看着我眼睛，谢谢我。谢谢。来，再张嘴。来，坐吧。你说的对，当妈的是得有体力，才能想办法把女儿赶紧接回家。妙妙会回家的，你赶紧吃吧啊！别想那么多了，快吃。我今天头好疼。别想了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！你说妙妙怎么？不要再想了。好吧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吃饱了，来看看我们的花花草草怎么样了？我按你说的，一天浇一回，也不敢浇多。长势挺好啊，水分是够了，缺一些养分。养分？那我下班的时候去买点肥料吧。不用，家里就有肥料。家里？有用剩下的鸡蛋壳吗？蛋壳？我昨晚才把垃圾全倒了，要不我先去煎个蛋，只有蛋壳了。嘿嘿嘿嘿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煎什么蛋啊？刚吃了早饭。蛋壳也可以做成肥料啊。那把蛋壳留下来，晒干，捣碎了，放到土壤里，这样呢，养出来的花又大又鲜艳。这么神奇啊！还有啊，以后那个果皮啊、蔬菜叶，你都不要丢掉，都是特别棒的肥料，而且纯天然，无污染。郑磊，你可真是绝种的好男人，上得了厅堂，又下得了厨房，还管得了盆栽生长，牛。会夸我了。我哪有夸你啊？说明心情好了嘛，状态不错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保持啊，我就说你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，真的非常好。唉，你以前老说雷子有3个石头，所以你做人稳稳当当的。我现在真的是深深刻刻的感受到了。哎呀，现在才感受到，真是后知后觉。但是呢，还不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以前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好男人，现在更加的知道你是一个好男人。哪个女孩要嫁给你，还真是3生有幸。新的一天又到了，我得赶紧想办法把妹妹接回家。在俊要是能搬过来，就最好不过了。想让在俊搬过来啊，说真的有难度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会为妙妙着想，我相信他心里非常非常纠结挣扎，要不然你找他，用你的真心实意打动他。你说的对。China's got plenty tea. Morgan's got plenty of something I like. 在俊，这几天让你接送妙妙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哦，这么多年哪有都是这样的？可你不需要这样了。什么意思？当初你让我把妙妙接回上海，我相信你肯定是希望我们母女团圆的吧？是。既然这样，为了妙妙，我恳求你帮帮我吧。我真的想尽了办法，可是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。妙妙是一个比较敏感、比较特殊的孩子，也许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些教育信息没有一点适合她的。网络上的信息，怪不得把事情搞成这样了。
网络上也有很多靠谱的信息，比如说有很多亲子教养专家给人咨询困难的。我知道你现在觉得我很笨，可我真的没有带过孩子，所以我总是要听听别人的经验的嘛。我真的有非常的努力，可是妙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孩子，只是我一时乱了手脚。要不要养成笔记？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养成笔记也需要实践的，妙妙现在根本就不给我这个机会。她住在郑磊家，我还怎么跟她相处？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她快点熟悉起来。也许我现在这么讲，你会觉得我很自私，但我请你帮助妙妙适应和我住在一起的生活，让她过一段有爸爸有妈妈的日子好吗？在君，你就搬过来住吧，只要你搬过来，妙妙才肯回家。妙妙爸爸来见妙妙啊！郑老师你好，是，我来是谢谢你的。哦，就是那个小木屋那个作业啊，谢谢你给他第二个机会，谢谢你。小木屋作业的事情也是因为妙妙妈妈的关系。啊？怎么？妙妙妈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哦。按理说作业过期没交，我是不会通融给第二次机会的。但是那天妙妙的妈妈来找我。其实妙妙的那个作业是我做的。那天我看孩子睡着了，又希望他可以交出一个好的作业，就把他没有做好的小木屋改造成了一个小城堡。可是妙妙这个孩子呢，他特别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觉得这个作业不是他完成的，所以坚持不交给老师。那天也是我硬要他带到学校来的。妙妙妈妈，其实小木屋作业的事情呢，多多少少都有家长帮忙做的痕迹。孩子们作业一交上来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哪些部分是家长帮忙做的。其实呢，站在你们的角度，我也能理解，大家都是求好心切，所以有的时候吧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不去戳破了。所以老师可以给妙妙重新做的机会吗？因为这个作业对妙妙来说特别重要，我希望老师能够让她重新参与。这次我保证绝对不会插手，全部让她自己做完。拜托老师了。所以这个事情不要谢我了，谢谢妙妙的妈妈吧，她能够针对小木屋作业的事情向我勇敢认错，真是我见过的很特别的一位家长。不过这也能看得出来，她真的很爱妙妙。是的。那好，谢老师你先忙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妹妹，你现在还会想肉包吗？当然啦，我是肉包的妈妈，当然会想他啊。你看啊，你这么长时间没见他，你会想肉包，那一样的。你好几天没回家了，妈妈也会想你。说说为什么不想回家？阿姨就像陌生人一样啊，她不了解我，我也不了解她。陌生人生活久了，慢慢就变熟了。可是我喜欢跟老爸、爹地在一起啊，而且老爸，你都来上海了，
能不能像在垦丁一样一起住？你之前住的是爹地家，那你到上海了，就应该回自己家里住。那不然你们2个人一起搬过来，我就回去。你爹地有自己的家啊，那怎么可以搬过去跟阿姨住呢？那老爸搬过来啊？我搬过去跟阿姨住很奇怪的。哪里奇怪？不方便呢。什么会不方便？阿姨家什么都有啊。那如果老爸不来的话，我们继续住在 Daddy 家也很好啊。那是不是如果我搬过去跟你们住，你就会试试跟妈妈相处啊？睡了。把妙妙哄睡着了。哎，我听妙妙说，你答应她陪着她去小萌家了。我是说如果，还在考虑呢。我说你还考虑什么？你纠结的点到底在哪里？不是啊，那你想想，那我来上海，我肯定是住你这的呀。2个男人住在一起，那很正常呀，是吧？那我们当年在台湾的时候，不是我们3个住在一起，不挺好的吗？对啊，那个时候有你啊。那现在有妙妙啊。哎，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？你说啊，你有什么难受的地方、委屈的地方，你说出来。不是啊，那没有自由了呀。怎么不自由了？那很简单。那你说，如果我住在那里啊，那我洗完澡，我是不是要穿好衣服才出来，是吧？那如果大热天，那你说我能穿个短裤，在屋里跑来跑去吗？那不行的呀，不可以的啊。这是你难受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问你啊，现在妙妙住在这里，大热天，你敢穿着短裤跑来跑去吗？你敢不穿衣服吗？这不一样的吗？哎，左在俊同学，你口口声声说啊，以妙妙为重，什么都是把妙妙排在第一。现在好了，你因为不自由、不舒服，然后你又不顾及妙妙想法了。所以你是说我不把妹妹放第一位是吧？现在我把垦丁所有东西丢下，专门跑来上海陪她住啊！我不把她放第一位，你再说一次。睡着了。我也不跟你吵啊，我就告诉你，妙妙是你左在俊，我郑磊最重要的人，对不对？这点没错吧？啊，反正如果他需要我过去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我立马过去。你呢？他是适应你了，你就陪他过去，怎么了？这事我不跟你吵了啊，就这么定。
这个阳台呢，是整间房间最棒的地方，你每天都可以在你最喜欢的阳光里醒过来。过来啊！现在介绍整个房子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阳台啊！你看看这个方位刚刚好，每天都可以被阳光叫醒，每天沐浴在阳光当中，是不是想起都很开心？嗯。这边是厨房和客厅。我又不是瞎子。这里是浴室，里面的沐浴用品你随便用。这是我房间，这一间就是书房，你委屈一下就住这一间吧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高姐来了。哎，林小姐，有客人呢。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左在俊，我大学同学，这是高姐。啊，高姐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又是大学同学。嗯，之前妙妙的爹地也是大学同学啊。嗯。我是妹妹的老爸。啊？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是妹妹的老爸。李小姐，之前那位先生是妙妙的爹地，但不是先生。那这位是妙妙的老爸，应该是先生了吧？不是，不是先生。哦，那这个行李是？从今以后呢，左先生就搬过来一起住了。哦，他是老爸，又不是先生，他准备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。嗯，那我知道了，林小姐，你是要试婚呐？不是试婚，我们是室友。室友？对。哦，哎，我懂了，就是不住在同一个房间，但是住在同一个房子，对吧？对。高姐，你去做饭吧。哎，好。我带妙妙回来啦！太好了，我们家妙妙终于回来了。外套脱掉吧。来，今天我请高姐多做了一些炒菜。妙妙，你先去洗手吧，然后我们就开饭喽。走，妙妙去洗手。给你带去洗手喽。做一个好妈妈条件之一，就是会做孩子喜欢吃的菜。毕竟妈妈做的跟阿姨做的还是有分别的。我知道了，我正在学习啊。还有，既然我已经搬来了，就别老是麻烦高阿姨了。以后只要我一有空，我就会去妹妹下课，晚上我们轮着来做吧。只要家人能做的事情，就不用拿去麻烦别人，好吧？家人啊。我是说住在同一个屋里的人。我知道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会配合的。行了，吃饭吧。我们手也洗干净了。妙妙饿不饿啊？那就赶紧吃吧。哎呀，妙妙吃这个会不会辣呀？来，多吃点啊。郑雷，今天在俊搬过来，感觉我们3剑客又重聚了。而且啊，还多了个妙妙。
真幸福。某个剑客还觉得自己是老大，一点都没变。在俊啊，他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他训你那些话都是装的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吧，其实他还是有变化的。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总是吊儿郎当的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可是他现在对妙妙的事情却很认真，要求都一丝不苟。拜托，8年过去了，我和在俊啊，已经当了妙妙8年的爹地。这8年啊，真的，再吊儿郎当的人也会成熟起来的。人生的际遇，还真是会把人逼得不得不长大。是啊，你看你，不是都会煎荷包蛋了吗？哎，怎么这句话听着感觉会嘲笑我？没有，丝毫没有啊。在俊，你要不要过来一起聊天啊？过来吧。装。主出来干嘛？又没有地方坐。那不是可以坐吗？有地方啊，我看你愿意站着。在俊，我谢谢你搬过来住，今晚特别有意义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3个人又重聚了。哎，还有我呢。先告诉你们啊，此时此刻我非常非常幸福。哎，我跟你们2个说啊，关于妹妹的教育问题呢，我要定了一些新的规矩。以后在这个家里面，谁都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我哪有说你坏话啊？是谁说我说话是装的啊？又是谁说我喜欢装老大的？我是说那是你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哎，我也可以增加一条啊，不要在背后偷听别人说话。如果偷听别人说话，晚上尿床。干嘛？尿床。如果我不偷听，我怎么知道你们说我坏话？谁说你坏话？不管，就尿床。小萌，我就先走了。在俊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把它当做 VIP 一样的招待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赶紧走吧，拜拜。咦？我去看一下妙妙。妙妙已经睡了。我去整理行李。把疑问藏到心底，即便是伤痛不已，假装梦还没醒，你从来未觉醒。我多想按下暂停，那些错失过的风景，等到爱的再次光临，换种身份为你放映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
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欢迎住进来，晚安。我多想按下暂停，那些错失过的风景，等到爱的再次光临，换种身份为你放映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相爱恨晚不算晚。老爸，起床了，老爸。哎呦，老爸起床，很晚了啦，快点。来啊！你怎么睡那么晚啊？昨天没有睡好哦。谁说我昨天睡不好啊？我就是睡太好，所以就不容易起床嘛，明不明白？好啦，快点来吃早餐啦。快点啦。来，快点。不行。怎么啦？哥哥帮忙啊！我哪好意思让你帮忙啊？妙妙，带着爸爸熟悉一下家里的环境。那我们去阳台看植物吧。你快去吧。老爸，你看呢？这是长寿花，可是因为阿姨没有照顾好，所以快死掉。这些都是 Daddy 带来的哦。是吗？哎，不要喷太多啦，你要一点一点喷，不然它会死掉。这也是爹教你的。对啊。哎，早！哟，这么巧？对啊，我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你说。我有个朋友啊，想去垦丁玩，想找你跟左先生咨询一下，他在吗？他搬走了。啊？你们闹翻了？嗨，什么闹翻了？他搬去啊，跟我女儿一起住了。哦，那这样呢，妙妙就有爸了，也有妈了。哎，你朋友要去垦丁啊，我强烈推荐他住在在郡这个民宿里，特别棒。那太好了，那你先帮我跟左先说一声，回头啊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帮忙。没问题啊。那个，你们几个人？她跟她男朋友啊要逃亲到垦丁去。逃亲？逃亲是个什么鬼？
临结婚前呢，打消主意就叫逃婚；临相亲前啊，决定搅黄就叫逃亲。哦，逃亲到垦丁，压力好大。对啊，她都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可她父母又不同意，非得逼着她相亲，天天被逼婚，哎，真是可怜。哎呀，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怎么，你也被逼婚啊？没有，行，这事儿我记下了啊，找我啊。好，谢了啊。来，妙妙盖。是 Daddy， 我去开门。你去吧。Daddy，妙妙，早安！哇，穿上校服好漂亮！来，在干什么呢？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对呀，哇，都吃上了。对啊。别，吃我的啊！我买了特别多。买这么多东西。油条、豆浆、豆腐脑。我这是标准的中式早餐，你是西式。我看，哎，我要吃个这个。看上去你第一天搬过来过得还不错嘛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担心什么？有没有太想我呀？昨天晚上有没有失眠啊？他早上还赖床哎。还赖床？哎，是不是因为太想我？那是因为我照顾得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哇，这个妙妙的那个蛋啊，煎的还挺妙啊。没错啊，这就是妙妙专属的荷包蛋。虽然你笔记上没写，可是我学到了。妙妙就喜欢吃不完美的荷包蛋，对吧？原来是有武林高手传递武林秘籍，怪不得。妹妹啊，赶紧吃了抓紧时间，我带你去阳台上浇浇花，然后弟弟再送你去学校。不用啦，我刚刚跟老爸教过了。Daddy，我会跟老爸照顾那些花，你以后不一定要每次都跑过来浇花。是啊，郑磊，你平时也挺忙的，你不用每天都过来照顾花草，太辛苦了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妹妹，那个没有干事啊，就得送你上学，好吧？那小王，我送你上班。好。好。赵小磊，谢谢你啊！在俊搬过来，对妙妙绝对是好的影响。没错。不过提醒你啊，你的心态呢一定要摆正。我可以预见还有很多困难等待着你，但是同时呢，你要相信，你虽然是从零开始，但是有我和在俊在，不断的帮助你的话，我相信你和妙妙会一天比一天好。我知道，你都这么用心帮我了，在俊也搬过来了，现在一切都很顺利，我要更努力才行。今天啊，咱们区块只有你能笑得出来了。怎么了？
希冀公司说给的项目立体图到现在还没有给，我肯定会被念啊。还有龙泰的案子 ，Brian 跟孙副总都进去很长时间了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虽然那个项目我没有参与，但是我知道肯定很棘手。哎呀，别头疼了。小萌，陶总请你进去里面开会。哦。当前的几个项目当中，龙泰的度假酒店是重中之重，所以你们不仅要做到尽力而为，更是要全力以赴。龙泰集团是上海顶尖的投资集团，所以呢，我们为他们设计的酒店也必须是顶级的。Rebecca、Wilson 还有 Brian， 你们的设计方案我看过了，大体上还可以，但是没有能够体现咱们奥斯顿一直以来的优势，还要再修改啊。进来。我请小萌一起参加我们的头脑风暴，你帮着出出主意啊！坐。刚才我们讲到顶尖、顶级，要追求极致、奢华，希望各位在设计上、想象上不要受限。我们可以首先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。副总，这份文件需要您看一下。放这儿吧，晚点再看。副总的办公室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！什么时候学会看风水了？不是，您看这么多的建案，这可是藏着大半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呀，这可都是宝藏。副总真是辛苦了。哎，我记得上周好像 Rebecca 把新亚商城的设计方案给过我，对吗？我记得我放在 A 区了。不对，不是 A 区，在 D 区找找吧。哎，找到了！副总真是好脑力，这么多的文件，您都可以清楚的记得哪一份放在哪儿。帮我泡杯咖啡吧。好，是。多吃点青花菜啊。还有啊，这个鱼啊，看，别看它肉很多，其实啊，它的刺也更多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呢，小心点啊，看清楚。今天都不能讲话，就是被鱼骨头刺到。啊，真的，那就更小心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今天体育课的时候啊，跟毛豆打羽毛球，他都一直乱打，害我一直跑来跑去，累死。那么惨，好吧，那吃点鸡蛋吧，啊，补充一下能量，好吧？赶紧吃啊！来。我今天学什么呢？今天有上数学课。左先生，我来，给我。高姐，谢谢你这么照顾妙妙。不客气。哎呀，你和郑先生都好疼爱妙妙啊。当然了。哎，你和宁小姐是大学同学吧？是。郑先生和宁小姐也是大学同学。哎呀，郑先生没搬来，你却搬来了。哎呀，郑先生可以住在郑先生家疼爱妙妙，你也可以住在郑先生家疼爱妙妙，可是你却选择搬来宁小姐家疼爱妙妙，那你肯定不光是来疼爱妙妙的，还是来疼爱宁小姐的，对吧？是啊，高姐，那你先忙啊，我那什么。好，我先忙。迟到了！这怎么办？抢劫呀，帮主！谁那么大胆敢抢劫啊？抢劫人家呀！知道了，出发！
没有，没有，我不会再为这个男人心疼。哼，骗我！想啊，我不信你会一剑杀了他。在看电视啊？一定要把他杀了。爸，是。杀？妹妹睡了吗？你不想找唐是僧？杀你！你看吧。贱人！我早知道你那臭猴子余情未了，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猴子，你敢骂我？我就骂你怎么样？你别以为躲在里面很安全。今天是15月圆之夜，到时候他尸变你死得难看。我靠，我是厦大的。什么？大王，这里有几千个山，山洞又多，不知道哪个才是盘丝洞的入口啊！是吗？比我身上的牛尸还多，给我找！好看吗？还行。哦，你要看什么，你自己调吧。我不看，我看你看的就好了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快点，睡觉了啊！才9点半，你不是夜猫子吗？这再见啊，肯定不自由不习惯喽。高姐，哎，林小姐，回来了。哎，要吃晚饭吗？不吃了。戴俊呢？啊，左先生啊，他出去运动了。运动？嗯。你忙吧。嗯，好。
不回来，跑垦丁去了吗？别干涉他生活。高姐，哎，宁小姐，你回来啦？在忙啊？哎，晚饭吃了吗？啊，我吃过了。啊，妙妙啊已经睡了。左先生陪妙妙吃完饭、写完作业，就出去做运动了。又去运动？他说了，今天啊，除了运动之外，他还要画画呢。画画？天都黑了，他画什么呀？肯定是画夜景喽。喂，佐在俊先生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去？你是打算住在我的办公室吗？干嘛呢？我也没妨碍你，你不用管我啊。你是没有妨碍我呀，但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猜测你是不愿意回去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大男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啊？什么难伺候啊？你说我难伺候吗？对啊。你干嘛呢？人家想你，不是来看看你的吗？赶人家走。你天天想我，也没有见你天天来看我呀。你呀，你搞清楚啊，你搬过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陪妙妙，这个重点你要抓清楚，其他都好解决啊。知道妹妹是重点，但妹妹很早睡了。那她睡了，我又没什么事了呀。那屋里就剩我跟那个谁呢？你就你都这么多年了还那我跟那谁也经常单独在一起，我也没别扭啊。你这心态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调整你心态。不是不一样啊，你也没有试过跟他睡在同一个屋里，是吧？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走啊，不妨碍你啊，郑老板，是吧？哎，我可没赶你走啊。生意兴隆啊，我知道，我自己走的。喂，小毛。张小磊，左在军是不是在你那儿啊？你怎么知道他在我这儿啊？我就说嘛，在上海除了我们两个，他又没有什么朋友。一天是去跑步，一天又是去画画，他哪有这么忙啊？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不过他应该没有那么快能到家的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在躲着我。你想啊，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的，骂我的时候又正气凛然的，反而搬进我家之后一直躲着我。我一又不吃人，二又不咬人，难道他怕我不成？说到怕，也是我怕他才对啊。我呢，就在刚才啊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，他就是觉得别扭吧，所以你也理解一下他那种纠结。那你说，他是纠结我还是纠结女人啊？这个可
可能他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行了吧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挂了啊。拜。还没睡呢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这几天一直不见踪影，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没有。你别骗我了，你是不是特别不习惯和我住在一起啊？行吧，我理解你，因为我也不习惯和你住在一起。是，我是有点不习惯。既然大家都不习惯，那我们就不要住在一起好了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这么说啊？任何事情呢，放弃它永远是最简单的，可是不放弃它，才能显示出它的难能可贵。我承认我们两个互相都非常的不习惯住在一起，可是我为了妙妙，可以努力的把这种不习惯变成习惯。那我为了妙妙，不也尝试搬过来这里吗？我给你钥匙的时候，我说过欢迎你进来住。这个你不是左在俊，也不是一个单身的人，而是妙妙的爸爸。我能这么说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关系说清楚。从今以后，你也可以别把这里当做是宁小萌的家，你把这里当做妙妙的家，这样反而你会自在一点。那难道我当你是隐形人啊？不是啊，你就把我当成妙妙的妈妈，最好别把我当做是女人。我和郑磊一样，就是你好哥们儿、好兄弟。所以你不是女人？没错，我不是女人。你别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只有这样子，我们相处起来才不会觉得别别扭扭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女人。很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。什么主题？刚才我们两个确立了彼此的关系，现在我们应该确立一下目标。做事情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。你想啊，事隔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为什么还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当室友呢？不就是让妙妙尽快适应上海的生活吗？完全正确，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我们应该把相处的原则说清楚。从今以后，你住在这儿，除了有关于妙妙的事情，不管是你的感情、爱情、兴趣，我都不会过问，也会不干涉。我们彼此尊重各自的空间。听起来还行。我们同居的这个期间呢，你就是妙妙的爸爸，我就是妙妙的妈妈。我们可以针对妙妙教育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。呵，那就好了。我对妙妙的教育经验比你多啊，我可有意见了，你等着吧。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